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的小小单元要甲大家讲的是，毋是228东港的228事件。虽然咱大家拢是228的化休，毋过伊自来就毋是干那记起一天两天的代志。228事件除了毋是东港就结束，伊嘛干那是一个开始尔尔。1947年2月27，查职员查淑芬线5台过路人的事件，将其尾，互台湾人对政府累积真久的不满心情直接全面爆炸。过两天，民众罢工游行，要求政府交出凶手，线外来卫兵逼逼的庆祝款待，这个熊熊来的枪杀人的动作。即时，互百姓怒气冲破厝顶挂，变成政府甲人民关系恶化的大关键。也因为安尼，扫落来几天，规个台北鸡加滚加成一个混乱的城市。连咪东边一群民众一批游行抗议再抗议，连咪西边一堆民众罢工罢课，包围政府机关。除了怒气冲天的民众，无停抗议甲定真以外，台湾知识分子组成的228事件处理委员会，甲热心学生组成的治安服务队等等民间组织，嘛拍拼想要化解政府甲人民之间的各种冲突甲对立。啊，看到气甲成红面观光、怒气爆炸的台湾人，各地政府机关根本就唔知影要安怎创。那甲拄则脱离日本统治的台湾人，长期欠缺沟通，才会伫遐你讲我不懂，有沟无通，两边的语言文化甲关系根本是差一大过咧。混乱的场面，互济济无辜的台湾人受伤死亡，嘛间接互一寡无地带过路的外省人也去扫到愤怒台湾民众的风台尾。啊，伫即种乱甲我都唔知要安怎讲的情形下，陈仪也开始照着广播来安打民众。伊表示，政府对参加这摆事件的民众唔拿袂对救，伤亡者甚至会予伊治疗甲抚恤，也就是治疗、安慰甲补偿。同时间，希望228事件处理委员会会当增加更较侪民意来甲政府沟通，甚至答应未来改组新政府，甲举行县市长民选。伊几落摆的广播，互台湾的知识分子希望之门拍卡开，唔那摒死协调政府甲人民之间的种种差别，佮讨论政府爱安怎改革，共同开创美好未来。哒啦啦！不过代志唔是台湾人想的这尔简单啦。虽然陈仪嘴里讲出安打台湾人的话，身体煞真老实的，要我靠军队来武力镇压。台湾人的种种抗议甲改革行动，伫政府的心目中是敢若想讲，这是叛乱的暴民，甚至掠定有大派人咧尻川后煽动人民的心火。就安尼，陈仪直接也造棒，投话互远在中国的蒋介石，讲台湾民众受到大恶极暴民的影响，有的人排斥外省人，有的人想要叛国独立，有的人根本就是日本奴化教育的遗毒。对付这种万恶罪魁的组织，一定要用武力收复，请求中央派军队来台湾平乱。3月7日，228事件处理委员会将其尾提出42条处理大纲，希望会当好好处理228事件所带来动乱，嘛想要试探政府伫政治上做一寡改革。无想到蒋介石早就已经答应要派军队来台湾镇压。有军队互伊靠势了后，互原本好声好哨的陈仪，雄雄煞变成好声好吼，即时变面唔认人，严厉拒绝228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的所有要求。过两天3月7日，中国来的军队直接冲到基隆港甲高雄港，陈仪嘛开始采取全面性的武力镇压，拒绝甲民众沟通。拜拜，无送你请我无赢，搁下令解散原本一直甲政府沟通的228事件处理委员会，含一切伊掠定是非法团体。228事件发生的短一礼拜，互原本有话直接讲的台湾人，伫军队全面武力镇压以后，煞成做有话死也唔敢讲的台湾人。稍等一下，伫遮咱来先来了解清楚一件代志。话讲这个228事件，真侪人拢掠准只是伫228迄天放假尔。其实全台湾各地也是有属于因家己，毋是228的228纪念日哦。228事件发生迄天，台北抗议民众亲像怒目金刚共款，咧弄锣弄鼓大舞啦。啊，家人煞游园是一个风日晴和、正常上班上课的好天气。一直到3月7日，蒋介石派211师将其尾冲甲家人，则拄起水就起人，就无地无当，逼扫射家人港，家人一点仔久之间，成做211师的第一战地甲。啊，即寡中国来的军队。也互人洗脑讲台湾人是暴民，国讲因是要推翻政府，武台湾独立，或者军人全面乌白扫射，甲规个家人当作战场，见乌就打，见人就杀，甚至直接就伫家人讲庆决因所掠定的暴民。不过受难的煞大多数是虾米拢无做的市民百姓、学生，也是互人做替身仔的家属。也因为安尼，到今仔日3月7日就成做属于家人家己的228纪念日。
但宜政府知影蒋介石的援军要来到基隆，甚至挑工制造更较大的暴乱假象，互援军的镇压更较理由充分，互因暗时更较困的路面。譬如讲3月初8，军队伫台北圆山比比别别乱开枪。加长工，警备总部参谋长郭婉芬广播表示，有奸匪暴徒数千名武装进攻圆山仓库，国军赶到了后，已经将因全部消灭。这个家己刀家己演的小小帝国，唔若报警无报得好，根本就无小太小真的分野，而且这的死者也是得到单一稳准派来维持治安甲交通的青年学生。这个为着替军队镇压洗罪来安排一场戏。也就是所谓的圆山事件，除了顶港地区了外，下港的家己地区听到广播了后，也是伫3月初2开始，人民的怒气才愈烧愈烈狂。民众聚集伫家己火车头喷水离情，听激情的演讲，连面抗议中国来的军队武东武西黑白武，连面抗议政府无头壳，根本唔知咧创啥，无想到众人心火惶惶的，雄雄冲到市长官邸，互官员甲警察惊一个全部走了了。伫家己市区造成暴力的军民冲突，当地知识分子组成的228事件处理委员会，除了call来驻援军，想办法维持当地治安，搁较拍拼甲政府谈判。其中造作青年汤守仁小朋友，伊冲登去山顶请求同胞支援，一寡参加过日本、大东亚战争的原住民朋友，迄是厉害甲袂国的。掠港的民兵甲政府军不断咧战斗，甚至将政府军围困伫水上机场。不过政府军队并不掩诈，利用假谈判、真拖延，成功降低民众的警戒心，希望真心灌水互高啉。唔对，伊用真心机来等候时机，一直到3月初8，牛头北面新大生死坡对中国兵来到家己大胜都，但一切拢回头无路。处理委员会派出来和平赛谈判代表，其中4个互因伫火车头前公开庆祝。咱所敬爱的画家陈定波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。台湾各地参加事件的知识分子，甚至真侪无辜的民众，伫3月初8了后的2个月内，规批规定消失伫即摆历史大屠杀之中。伫政府的各种政治失策甲暴力行为了后，台湾除了牺牲规世代的台湾人精英以外，228搁正做真侪人一世人拢透袂开的干。哩哩酷酷讲到这，当咱咧讨论228事件的时阵，若是甲时间点拢放伫2月28这一天，干那几包分甲几个单字，煞对后来军队的废西西的残暴镇压，全部拢唔知影。安尼真正会疏忽这个事件中上该反省的代志，也就是国家暴力对人民的直接伤害。228事件，敢若讨论228这一天，嘛会互咱跋落228事件的含糊形影之中，煞来失去注意到台湾国家史属于家己伫迄段时间的故事。今日的小小单元就讲到这，再会。